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台视台语新闻，逐工拢和观众朋友来讲新闻、唠台语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语、语义语第二条。可能你会真好奇讲，哪有人读语，有人读语？有人认为讲语甲语，一个是文音，一个是白音；嘛有人认为讲一个话将音，一个话转音是方音差。就看你讲，管是读语或者是语。若讲到这个语本来意思是讲咱嘴讲出来的话，咱讲是语言。有一寡流传已经真久啊，咱常常讲反映咱的人生经验，也佫有智慧的话，咱讲是俗语、俗谚语。无同国家的语言，咱讲像英语、法语。落尾分开来讲，无一定是嘴讲的，便若是会当表达意思的，咱嘛讲语，像咱讲手语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甜言蜜语，这个意思就是讲好听话，我甘言蜜语，嘴甜舌骨。第二个词读做金言玉语，代表讲有帮助的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阿嬷唔捌字，也毋过伊真有智慧，伊捌真侪代志，伊嘴讲出来话拢是金言玉语，教阮唔通惯死讲甜言蜜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语，嘛有人读做语，有人认为讲一个是白音，一个是文音，嘛有人认为是腔口方音差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